大家好，呢度係我哋廣州珠江好靚嘅白鵝潭景色。依家我係企喺廣州白鵝潭大灣區藝術中心嘅觀景台度，珠江正對面呢棟建築呢，就係白天鵝賓館啦。今日我嚟到白鵝潭大灣區藝術中心呢，其實我係想拍熊貓嘅。從依家到8月份，白鵝潭藝術中心碼頭呢係有2隻好大嘅12米高嘅充氣嘅熊貓安安同埋可可，呢度仲有好多熊貓嘅集市。但係我嚟嘅一日呢係19號星期六，咁又話有颱風啊，所以呢個熊貓就收埋咗啦。咁呢個熊貓就唔係我拍嘅，我俾大家睇下佢係咁樣嘅。等到颱風走咗，咁你哋得閒嗰時咧就可以過嚟白鵝潭大灣區藝術中心碼頭呢度拍呢2個巨大嘅熊貓啦。咁依家我就行咗入白鵝潭大灣區藝術中心，哇，簡直好似個兒童樂園咁樣啊！依家係放緊暑假，廣州嘅天氣咧又熱到好似着火咁嘅。咁放暑假期間適合帶屋企嘅小朋友、學生哥去邊度呢？我首推就係白鵝潭大灣區藝術中心，因為呢度夠大，而且有充足嘅冷氣，而呢個藝術中心咧又設置咗好多適合學生嘅活動。睇到未啊？可以拍公仔紙，哇！真係我幾廿年未拍過公仔紙啊！諗起我細個嗰時，所以喺藝術中心咧有好多適合我哋小朋友嘅活動，亦都有好多我哋童年嘅回憶。仲有比如呢啲欖雕啦，咁你小朋友都可以實操嘅。所以我嚟嘅呢日啱好係星期六啊嘛，有好多年輕嘅父母帶住小朋友過嚟呢度參加各種嘅活動嘅。廣州白鵝潭大灣區藝術中心其實佢係3館合一，佢呢邊係有3個館嘅。依家我企喺嘅呢個位置呢，就係廣東非遺館啦。呢個非遺館裏邊係非常之大，都非常之靚。白鵝潭大灣區藝術中心同其他博物館有一個區別，就係所有個館3個館都好光猛啊，亦都空間好大，咁啊適合學生喺度學到好多嘅嘢，亦都適合學生喺度活動。因為有啲館佢係展覽嗰啲古字畫或者係古董啊，咁所以佢嗰啲博物館咧係好暗嘅。依家我行緊嘅係廣東非遺館，廣東非遺館裏邊係介紹咗我哋廣東好多嘅非遺，比如話呢個陶塑灰塑啦，你一睇係咪覺得佢好似陳家祠啊？係啊，呢度真係好似陳家祠啊！呢度介紹嘅係我哋嶺南建築嘅3雕2塑，亦都係石雕、木雕、磚雕同埋陶塑灰塑。好多家長帶住小朋友一路行，一路同小朋友介紹嘅。廣東非遺館呢啲都係微縮版，係一個模型嚟嘅。帶小朋友睇完呢啲模型之後，可以帶佢去真實嘅地方嘅，比如話去陳家祠睇一睇我哋廣東清代嘅嶺南建築，睇下陳家祠大量嘅雕刻。依家我哋好多人頭赤嘅就係學生放學翻屋企之後都唔肯講廣州話，我覺得喺暑假完全可以帶佢哋多啲嚟呢啲博物館嚟認識我哋廣州嘅傳統文化。佢認可咗我哋廣州嘅文化之後，佢就願意講廣州話噶啦。好似呢度就係我哋西關上下九嘅建築啦，你亦都可以帶佢去上下九對比一下真實嘅情況係點樣嘅。依家我行入第2間館就係廣東美術館，廣東美術館裏邊係有特展嘅，特展係要買票嘅，咁其他所有嘅展覽呢都係免費嘅。廣東美術館裏邊有好多抽象嘅嘢，其實係連我都睇唔明嘅，好似呢一堆就係撈咗瀝青嘅麻石，佢上面啲畫全部都係黑嘅，可能係指嘅瀝青咧，咁佢表達咩意思咧，我都唔係好清楚。廣東美術館裏邊係最多靚女入嚟拍攝嘅，如果你想拍美女，星期六日就啱啦，而且係好多年輕人都專門走入廣東美術館。廣東美術館係3間展館裏邊最高嘅，有11層高，21個展廳。依家你見到嘅係大廳，呢個大廳目前係冇咩特別嘅展覽，所以非常之寬闊。鏡頭擺過嚟，右手邊對住嘅就係我哋珠江嘅景色。喺廣東美術館係有好多國內外大師嘅真跡嘅，有齊白石嘅、徐悲鴻嘅，仲有好多國外好有名嘅抽象畫。依家我行入嚟嘅係廣東文學館，文學館就簡直好似個光影世界咁。用依家最流行嘅話嚟講呢，佢就係用光影提供沉浸式嘅體驗。從我哋廣東嘅古代文學、近代文學、現代文學到港台文學，呢度都用光影嚟體現。廣東文學館係學嘢最多嘅地方，如果你認真睇嘅話，因為我哋廣東嘅文學史實質上就係我哋中國社會嘅發展史嚟嘅。因為我哋廣東地理位置特殊啦，我哋係最早接觸西方世界嘅，所以無論係文學啊、藝術啊定係革命啊，我哋都係走喺中國嘅前列。喺文學館，我睇到介紹嘅每一位作家，我都會諗下我曾經有冇睇過佢哋嘅作品，我睇過佢邊一部作品，呢啲都係以前後生時候嘅回憶。呢棟黃色嘅樓係1927年魯迅同埋許廣平住喺廣州白雲路嘅白雲樓。1927年嘅1月，魯迅嚟到廣州，佢係任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喺廣東文學館係專門有一層介紹魯迅嘅展館。
呢個館係港台文學館，呢啲又係承載我哋記憶嘅一個館啦。港台文學，我哋後生嗰時真係冇邊樣未睇過嘅，一本不落全部看完。無論係瓊瑤小說定係武俠小說，真係冇邊本係未睇過嘅。嚟廣州白鵝潭大灣區藝術中心，記住係要預約嘅，你關注佢個公眾號或者係小程序就可以預約噶啦。喺地鐵芳村 B1 嘅出口咧，佢哋從下晝開始仲有免費嘅接駁巴士到嘅，等打完颱風可以過嚟拍熊貓噶啦。多謝你嘅點讚同關注，拜拜。